各位，10號颶風信號發出超過10個鐘，超強颱風華加莎通宵吹襲香港。天文台話華加莎正逐漸遠離，將會喺下晝嘅1點20分改發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華加莎而家係集結喺香港西南，大概係170公里，預料向西或者係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概係22公里，靠近廣東西部。預料本港會逐漸轉吹東南風。華加莎帶嚟嘅風暴潮，當局係收到12宗嘅水浸報告，多條河道同埋低窪地區水浸。南區有酒店俾湧浪沖毀玻璃，另外有300幾宗嘅冧樹同埋多宗嘅冧棚架，至少56個人受傷。天文台預計今日嘅天氣持續惡劣。我哋先睇下華加莎帶嚟風暴潮嘅破壞。玻璃被衝破嘅一刻，酒店入邊有人大叫。有人一度企唔穩，但係再嚟一波湧浪，最終跣低。據了解，事發喺半夜，富麗敦海洋公園酒店大堂被淹浸，水深去到小腿。天光之後，湧浪造成嘅衝擊比起片段所見嚴重，部分外牆飾面彎曲。外牆地下有唔少瓦礫、玻璃碎，部分玻璃碎仍然殘留喺玻璃幕牆，滿地都係泥濘。有酒店職員仍然清理緊，大堂有積水，有植物都懷疑被沖爛。華加莎帶嚟嘅仲有多處水浸，沙田城門河同時撞上天文潮，河面迅速擴張，兩邊嘅行人路、連單車徑全部都被淹沒。驟眼睇就好似變成河道嘅一部分，水更加升到去近橋底嘅位置，想穿過可能真係要游過去。行車天橋都有輕微水浸。向河邊嘅一個大型天幕，懷疑被強風吹爛咗。將軍澳沿岸亦都被華加莎吹殘，近唐俊街嘅海濱公園，一個浪頭淹沒成條行人路，而且浪接浪冇停過。朝早9點幾，積水已經大致退去，但係地上面嘅大堆雜物都已經反映到華加莎嘅威力。呢間餐廳就算有擋水板，部分已經被沖散咗，水馬更加吹到瞓低晒。呢間餐廳嘅玻璃成片吹爛咗，餐廳入邊一片凌亂。有家長帶埋小朋友去岸邊，被警察要求離開。他有點害怕了，可能小朋友可能第一次有點。但是為什麼你想帶他來看？沒有什麼。The wave are really so strong because of the wind. 附近嘅將軍澳南公園首階段開放唔夠3個月，風暴下草地變泳池，周圍一片狼藉。至於喺西貢白沙灣，部分遊艇有半艘都浸喺水入邊。天文台話水位朝早普遍已經上升去到海圖基準面3.4米或以上，預料喺中午前後達到最高。無線電視記者劉俊玉報道。華加莎吹襲期間，多處嘅風勢強勁，截至朝早嘅11點，56個人喺風暴期間受傷送院，791人入住臨時庇護中心。政府一共係收到1宗嘅山泥傾瀉報告，同埋350宗嘅冧樹報告。杏花村海旁午夜至到清晨持續被海水淹浸，其中一塊擋水板懷疑被巨浪沖走，海水不斷倒灌。接近中午更加出現疑似水龍捲，而港鐵杏花村站對出嘅迴旋處就有嚴重水浸。夜晚
屋企瞓覺嗰時係的確大風咯，幾犀利咯，啲窗都係嘭聲咁樣打入嚟。即係冇講到話咩以前嗰啲溫帶啊嗰啲咁犀利咯，唔係十分吹得正，我唔清楚，好似偏離咗啊嘛，好彩咯，係啦，福地啊嘛香港。嗱，經過成晚風浪沖刷之後咧，杏花村遊樂場嘅花圃同埋草叢泥土咧都係沖晒出嚟行人路，成地咧都積晒泥土同埋碎石。前一晚唔太當風嘅尖沙咀碼頭，朝早開始起浪，有野狗懷疑飛唔起，有市民就喺岸邊嘗試拯救佢，亦都有人唔理勸喻嚟追風。佢嗰個團好勁啊嘛，好大啊嘛。其實個風而家好似都就係吹得喐個人咯。以前嚟過睇一睇咧，都冇今次咁勁啊。比想象中差咯，我覺得風力啊、風勢啊，真係吹埋咧係比山竹差，我覺得冇咁大風啊，好似唔知係咪呢度市區啊？華加沙颶風圈最先吹襲香港嘅東南面。清晨6點，赤柱嘅香港航海學校錄得每個鐘頭超過200公里嘅陣風，昂坪亦都錄得時速超過200公里。多個市區測風站最高陣風亦都曾經達到颶風程度，即係每小時118公里。喺紅磡海逸豪園對開嘅海面，警方清晨5點幾接報，有6架船相撞，包括一艘躉船，佢嘅船尾更加撞到岸邊嘅圍欄。多段圍欄都受損，冇人受傷。而喺旺角洗衣街亞皆老街交界，一間鋪頭嘅捲閘就懷疑抵受唔住強風倒塌，部分嘅鐵片分散喺地面，有個別甚至吹到去馬路。鋪頭入邊一啲夾公仔機都被吹倒。由呢個十字路口足以見到華加沙嘅威力。附近部分街道嘅橫額已經被吹到東歪西倒，而多區都有冧樹。喺何文田公主道聖佐治大廈外面，一棵4米高嘅樹懷疑喺強風吹襲下倒冧，棵大樹更加連根拔起，壓爛旁邊大廈部分嘅外牆，冇人受傷。而鄰近嘅尖沙咀柯士甸道同漆咸道南交界，行人路旁邊一棵超過5米高嘅大樹，半夜都橫臥喺路中間。喺屯門輕鐵景豐站，亦都有一棵超過10米高嘅大樹倒冧，壓住部分電纜，多個人員到場處理。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報道。各位，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會喺今晚8點前維持。天文台話會視乎風力考慮改發3號信號。下晝5點前後，華加沙喺廣東陽江市海陵島沿海登陸。天文台話華加沙正係逐漸遠離本港，本港風力逐步減弱。華加沙襲港期間，整體風力同2017年嘅天鴿、2023年嘅蘇拉以及今年嘅韋柏差唔多，但係較2018年嘅山竹為弱。華加沙喺香港以南掠過時，採取較為偏西路徑，眼壁最大風力區域同香港擦身而過，因而冇出現最壞嘅情況。華加沙吹襲香港期間，各區有狂風大驟雨，其中將軍澳海濱嘅單車徑幾乎俾水淹浸，附近商場嘅玻璃門亦都被吹爛。梁潔瑩報導。10號颶風信號生效期間，風王華加沙喺將軍澳海濱威力盡顯。除咗有頻密嘅狂風大驟雨，亦都不斷捲起層層大浪，大量海水湧上岸邊，經過單車徑浸到行人路。附近嘅單車徑亦都已經被水浸沒，水深幾乎接近電燈位。好勁！好勁！好勁！我哋都係睇一睇㗎咋，我哋唔敢留太耐㗎，都唔敢行㗎啦。我呢度離遠都見到好似幾高啊，呢度都見到啦，完全係好後悔啊，濕晒啦而家。咁樣講完就有啲驚真係。係啊，我本身都唔 expect 會咁咯，以為小事咯，以為係。海邊嘅行人路懷疑因為海水倒灌出現幾米高嘅噴泉，圍欄都被沖到變形。地磚散落一地，
即使加裝咗擋水板、黐埋膠紙防風，亦都唔一定阻擋到強風嘅攻勢。隔離商場玻璃門變咗門常開，雨水不斷撇入商場。有餐廳嘅負責人預計要停業維修1個月，損失超過400萬。Well, the water basically everywhere destroy all the furniture, even jump over the kitchen counter. The water already inside the kitchen, so the damage is huge. You know, like the restaurant basically cannot operate at all. We have to renovate the whole place. You know. 警鐘由朝頭早到而家響個唔停，期間不時有雜物同埋雨水湧入嚟，包括呢一塊指示牌。同將軍澳一海之隔，另一個當風位杏花邨，星期3凌晨起一直浪接浪，海浪越過海堤，衝上海濱長廊，就好似將大海範圍進一步擴大。間中亦都刮起高過燈柱嘅大浪，濺起大量水花。橫風橫雨下，市民即使着住雨褸，都難以抵擋強勁嘅雨勢，連遮都被吹爛。亦都有大樹倒塌喺馬路上，有待清理。村入面多個位置變成澤國，海水一度淹沒安全島過路處同埋樓下嘅遊樂設施。Now TV 記者梁潔瑩報導。沙田城門河水位亦都上漲，沿岸行人隧道被淹沒，大澳水位亦都持續上升。有商戶話成晚都瞓唔着，唔少貨品都被浸濕。陳樂圖報導。天光後，沙田城門河風勢越嚟越猛烈，水位非常急速。橫風加上橫雨，海水被捲到去半空，好似出現水龍捲咁。海水亦都不斷湧上單車徑，樹枝、雪糕筒、膠圍欄等等全部都被吹跌。沿岸嘅行人隧道完全被淹沒，垃圾桶浸到幾乎睇唔到。而喺大會堂前嘅沙田公園劇場天幕更加被強風吹到破裂，帳幕四散喺地下。側邊嘅大樹被吹到連根拔起。過往打風期間都係水浸黑點嘅大澳，海水水位不斷上漲，颳起陣陣嘅強風。民安隊隊員帶齊裝備到處巡邏，又逐家逐戶拍門，了解佢哋嘅情況，睇下。佢話早幾日都做咗防禦措施，希望能夠減低損失。漲得快，一嚟咪嚟咯。係啊，好快嚟得好快，冇生咗咁大水。生咗我哋係浸到台面啊嘛，今次都唔係未台面。唔敢瞓啊，喺度睇住啊，睇住啲水漲啊，或者啲風吹到啲嘢咁咯嚇。咁你哋啲地方有冇浸到啊？而家暫時後欄嗰度，佢嗰水位度嗰度咧，我哋後邊都浸咗㗎啦，浸咗入咗。差唔多平嗰條坑渠㗎啦。受風暴潮影響，喺水位上漲期間，大澳吉寧街呢一度嘅水位至少升到去膝頭咁高。天文台提醒部分地區可能出現嚴重淹浸或者海水倒灌，市民應該避免進入可能受影響嘅低窪地區，同埋遠離危險嘅地方。Now TV 記者陳樂圖報導。10號颶風信號生效期間，本港多處遭受強風破壞。截至下晝5點，政府收到近900宗冧樹、19宗水浸以及4宗山泥傾瀉報告，90人受傷送院。李興平報導。風暴期間喺紅磡海逸豪園對出海面一度掀起大浪，有躉船撞向岸邊。欄杆同埋石壆嘅碎片跌到成地都係，燈柱都被撞到搖搖欲墜。有市民仲帶同小朋友近距離影相。
海事處回覆查詢話，接獲通知有5艘躉船因為走錨而撞向岸邊，會將涉事躉船拖至土瓜灣避風塘停泊。網傳西貢白沙灣附近一個海景單位屋頂懷疑被風吹走，傢俬被雨水淋濕。現場所見喺西貢康湖居有單位被吹到只係得返部分黐住膠紙嘅鋁窗。同樣搖搖欲墜嘅仲有何文田一座大廈頂層嘅棚架，呢一個大約20乘30米嘅棚架，懷疑俾強風摧毀，唔少竹枝都已經變晒形。消防人員接報到場處理，對開一段窩打老道同培正道之間來回方向道路一度要全線封閉。多區出現冧樹，何文田愛民村寶民樓同埋禮民樓附近一棵近8層樓高嘅老樹，被吹到連根拔起，打橫瞓咗喺公園空地，壓位設施部分樹幹斷裂。九龍塘金巴倫道都有樹冧咗，樹根外露，壓位路邊一埲牆。喇沙小學嘅一埲牆亦都喺強風吹襲下倒冧，工作人員到場清理。太子道西同樣有冧樹，打橫瞓咗喺多條行車線上面，多名消防人員到場割斷樹枝，警員其後將樹枝搬離馬路。喺窩打老道近聖約翰里，亦都有路邊大樹連根拔起，同樣打橫瞓咗喺多條行車線。受到強風破壞嘅仲有旺角一間嘅公仔機鋪，門口鐵閘俾強風吹翻，斷開2截，打橫瞓咗喺行人路上面。店內一片凌亂，地下留有唔同零件，而近門口嘅夾公仔機等等，亦都跌出路邊。Now TV 記者林平報道。歡迎收睇7點直播室，我係袁思恒。我係陳書君。華加沙襲港加上風暴潮，將軍澳海濱被嚴重破壞，沿岸一度被水淹浸。洪水沖毀咗海邊多間餐廳，有餐廳估計損失幾百萬。黃展希報導。餐廳閉路電視拍低事發一刻，突然一個大浪撞開餐廳大門，洪水湧入，捲起店入面嘅傢俬。同時將部分台凳拉出店外面。事後店入面一片狼藉，滿地泥濘。門外面嘅設施四散，唔止呢一間，一排幾間同樣向海嘅餐廳，即使同岸邊有一段距離，都唔能夠幸免。有餐廳負責人話：傢俬同埋廚房設備報廢，至少成個月做唔到生意，要再了解保險補償安排。Like the daily business revenue is lost basically, as well as the renovation of the place. So estimated the total cost will be about 4 to 4.5 million. Yeah? I got preparation and we have to just accept it. But maybe the government or the organization can be taking more protective measurement. Better than just putting a small partition outside, you know. Yeah, but nothing much can be done, you know. 餐廳外面原本裝咗啲擋水板，懷疑俾海浪沖到去側邊。店門受損咗之後，樹枝同埋沙石都沖晒入去。將軍澳成個朝頭早都大風大浪，浪冇停過。風暴潮令到水位急劇上漲。海水直接湧到上岸，被沖散嘅水馬漂流喺水上面。海水一路衝入單車徑隧道，幾乎沒頂。行人路成排欄杆被風扯甩，攔住咗單車徑。石壆破損，有電線浸喺水入面，有人照樣涉水而行。有線新聞，黃展希報導。華加沙帶嚟嘅風暴潮，令到本港水位普遍升高超過1.5米。吐露港同尖鼻咀最高水位一度錄得海圖基準面以上，大約3.8米。吐露港水位一度接近08年嘅歷史高位。高晴報導。
田城門河河水泛濫，泥黃色嘅河水浸滿兩邊行人路，差唔多欄杆咁高，連垃圾桶都隨水飄走。華加沙帶嚟嘅風暴潮加上暴雨，本港沿岸水位升高，吐露港係重災區。朝早水位一度升至海圖基準面以上3.75米，比正常高2米，接近2008年黑格比3.77米嘅歷史高位。而2017年天鴿最高水位記錄就有4.09米。隔離嘅沙田公園劇場天幕都有被吹至破裂，有居民特登到場睇下損毀情況。滿目瘡痍咁樣咯，不過都算比起山竹啊、天鴿佢都算係遜色咗啲，冇咁嚴重。呢度大約都係1尺到左右，或者1尺都唔夠，都唔算太嚴重。不過少見嘅呢個現象係少見嘅。喺城門河嚟講啊，呢度住咗幾廿年都係少見嘅。始終都係近住海，同埋咧可能佢即係地理環境咧，因為我細嗰陣時咧喺沙田已經試過係溫帶咧浸到屋㗎，即係浸到過頭㗎啦。我哋要上去山，即係嗰啲山上嗰啲要避嘅咁樣，但係可能個地理啊，而家叫好咗好多㗎啦。但係比想象中要好似好咗啲啲，輕咗啲啲，但係都好勁嘅。尋晚都聽到砰砰聲啊，排水系統比以前好咗。城門河嘅水位升得快，亦退得快。中午12點幾嘅時候，幾乎浸過行人路，但過咗1個鐘，水位已經下降咗差唔多半米。大澳海水水位持續上漲，水位一度達3.52米，仲有0.3米就達到2017年天鴿嘅最高水位記錄。臨海嘅小西灣運動場隔離亦都有海水湧入，出現水浸，接近覆蓋雪糕筒同凳面，水位達到膝頭哥位置。杏花村嘅遊樂場被海水倒灌，內街亦都有出現水浸。有居民需要跨過圍欄繞道離開。天文台表示，華加沙朝早最接近本港，風勢都有增無減，燈柱被吹到搖晃，出門口都要迎風而上，舉步維艱，有擔遮都冇用。有線新聞高正報導。紅磡海逸豪園對出嘅海面有多艘躉船撞向岸邊，附近海濱路段嚴重損毀。市區各處有棚架同大樹倒冧，深井有住宅大廈牆身剝落。關曉琪報導。紅磡海濱一帶近土瓜灣避風塘，受強風吹襲，有5艘躉船撞向岸邊，其中1艘嘅吊臂跌咗落嚟，海面持續掀起浪花，拍打岸上嘅躉船。沿岸一排欄杆同石壆被撞至碎裂，玻璃碎片散落一地，有燈柱被撞斷，搖搖欲墜。其中一段圍欄冇遮掩，有居民走近海邊影相，無懼強風嘅威力。In the midnight at the 3 o'clock, 3 or 3:30, I saw the boat they crashed the wall, and the wind speed was really intense, and we can feel the wind speed. It was hitting to our window, and we can feel it how bad it was outside. 呢度一打親風都會係咁樣嘅，係啊。不過只不過今次比較勁啲咯，啲風勁到係將啲躉船全部吹晒過嚟呢度啦，真係埋晒岸，真係之前未試過咁樣嘅。其後有船隻駛近，船員登上涉事躉船了解。喺下晝接近1點鐘，呢度仍然大風大雨，海事處同埋船東就派出船隻逐一拖走涉事嘅躉船。市區各處亦有颱風相關嘅事故。愛民村一棵大樹倒下，連根拔起。喇沙小學嘅外圍一幅牆倒塌，喺旁邊嘅樹木亦都受影響。深井碧堤半島低層住宅外面大幅牆磚剝落，石屎碎片散落屋苑通道，保安同警方到場。啟德木寧街天環嘅天台有吊船被強風吹動，有警員過嚟了解。有線新聞關曉琪報導。西營盤有擋土牆大樹冧咗落嚟，醫院道近般咸道全線封閉。大樹連同沙石散落醫院道，消防員到場用儀器探測有冇人被困。
土力工程處話，截至下晝5點鐘，接獲4宗山泥傾瀉報告，分別係西營盤、屯門同埋赤柱等地，提醒市民本港仍然可能出現持續大雨，應該盡量遠離斜坡。華嘉沙襲港繼韋柏之後，今年再次發出10號颶風信號，係有紀錄以嚟距離本港最遠嘅10號颶風。展榮琪報導。同一年內兩度迎嚟10號波，打平咗1964年嘅紀錄。風暴造成全港多處水浸，多人受傷。由於冇喺呂宋同台灣等主要陸地登陸，華嘉沙進入南海之後，結構仍然完整，環流廣闊。最高中心風力大約每小時230公里，係天文台有紀錄以嚟南海區域第2強嘅熱帶氣旋，同前年蘇拉以及舊年嘅摩羯並列。唔少人預期風暴威力甚至會超過山竹。在任期間處理山竹嘅天文台前台長岑志明話：華嘉沙同本港距離較遠，減低咗實際造成嘅傷害。華嘉沙入過南海呢嘅強度呢係比當年嘅山竹係強嘅。最近呢，就係去到香港嘅120公里，咁其實呢個呢係比起當年嘅山竹呢係都遠咗20公里㗎啦。比起天鴿呢更加遠咗60公里嘅，咁所以呢個係直接會影響到佢對香港嗰個影響。真係的確係好彩啊！即係我哋又避過一劫啦。岑志明又話：華嘉沙出現雙風眼情況，內眼壁同外眼壁互相影響，令香港有機會避過最強風力。而今次華嘉沙距離本港120公里就掛咗10號風球，破咗距離最遠嘅紀錄。天文台預料華嘉沙相關雨帶星期4仍然會影響香港，海會有非常大浪同湧浪。有線新聞史滿琪報道。各位早晨，我係梁思齊。華嘉沙對本港多處造成破壞，政府應對極端天氣督導委員會話各部門正係投入一切所需人力同物力，讓市面基本復常。各區加緊清理善後。教育局宣布，幼稚園上午班、全日班同部分特殊學校今日停課，而中小學同夜校今日恢復返學。隨住華嘉沙遠離，喺旺角市面漸見人氣。路面留低垃圾，包括吹壞咗嘅遮。清潔工冒雨加緊清理。大廈外牆嘅廣告牌、鬆脱嘅電線懸掛喺半空。快餐店照常營業。落咗風球啦嘛，咁咪出嚟支持下香港經濟，出嚟食飯咯。我們是5點多時候出來的，然後把一些店逛了，因為它換成那個8號風球，很多店都開了。有商戶見風勢減弱，捉緊時間返回店鋪。個簷篷收唔到，咁所以就係因為琴日10號風嗰個情況，所以吹爛咗，冚住咗我哋嗰啲冷氣位，咁啊，所以就要翻嚟即係處理咗佢先咯，都1萬蚊來㗎啦，但係睇下點咯，係啊，對，因為要其他嘢要搭棚啊、剩啊嗰啲先整得到。改掛3號強風信號之後，旺角呢一邊人流逐漸多返，街上有近2成鋪頭營業，大多數都係食肆。多區有大樹倒冧。喺西營盤有紮根高牆嘅大樹倒冧，壓倒路上停泊嘅的士，消防出動重型起重器嘗試搬走。喺醫院道近般咸道，截斷嘅樹幹佔咗成條行人路。杏花村創富道有樹木連根拔起，損壞旁邊嘅消防山。將軍澳多處有冧樹有待清理。喺超順路，工作人員出動電鋸鋸斷樹枝。喺清水灣道往坑口方向，警察用鐵鏟清理車路上嘅樹枝同樹葉等。喺壁屋外路段，連根拔起嘅大樹已經完成清理。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主持政府應對極端天氣督導委員會會議，全面檢視應急同善後工作進展，話各部門正係投入一切所需人力同物力，加快處理主幹道同主要巴士路線嘅障礙物，俾市面盡快復常，便利市民返工返學。民安隊亦都喺多區出動清理路障、移除雜物，並且協助入住臨時庇護中心嘅居民返回居所。無線電視記者譚美儀報道。華嘉沙為香港帶嚟今年第2個10號颶風信號，係相隔61年嚟再現一連雙10號。
有氣象專家話未必反映係週期規律，但相信未來颱風破壞力會越嚟越大。颱風韋柏7月襲港，10號颶風信號生效近7個鐘。2個月後到超強颱風華加莎來襲，再發出最高嘅10號信號。翻查天文台記錄，由2次大戰到而家，一共有19次發出10號風球或者10號颶風信號，即係平均每65個風暴先會有1個10號波。而對上一次一年有2個10號，已經要追溯到61年前。1964年9月，超強颱風路比襲港，喺天文台西南大約30公里掠過。雖然只係維持咗大約4個鐘，但造成嚴重破壞，38人死，300人傷，6人失蹤。1個月後，颱風黛蒂帶嚟同年第2個10號信號。有氣象專家就話，基於大環境嘅氣象變化，每相隔幾十年就會進入週期波動，遇上颱風嘅高峰期。咁如果年紀大嗰啲朋友都知㗎啦，喺60年代、70年代好多颱風嘅。咁但係到80年代同埋90年代咧，又好少10號風球喎，20年來都係得2個啫喎。咁所以可以見到60、70年代一個高峰，跟住去到一個低谷。咁進入千禧年之後咧，就似乎又進入另一個高峰啦。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謂長週期嘅一啲波動。拉尼娜同厄爾尼諾咧就係海水溫度嘅變化。咁我哋唔好唔記得喺印度洋嗰邊，喺我哋西邊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嘅海洋嘅，嗰度嘅海水變化咧，亦都會形成另一個週期。佢話仲要再觀察至少10年先至能夠確定係咪真係進入週期規律，但肯定喺全球暖化同氣候變化底下，颱風嘅破壞力會越嚟越大。咁呢啲熱帶氣旋嘅整體嘅數目咧，大致上唔變嘅，甚至可能喺氣候變化影響底下咧，會減咗些，減少啲都唔定。咁但係最緊要咧，就喺呢一個即係基數底下，強嘅颱風甚至超強颱風嘅比例係會增加咗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即係將來可能我哋掛受風球嘅機會係比過去或者比現在係更多啦。佢話近代颱風嘅傷亡程度減低，有賴天文台嘅預報系統進步同市民嘅防災意識提高。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颱風過後復工復課，將軍澳海濱多處滿地泥濘，有隧道仍然水浸，街道有倒冧嘅樹木、樹枝同埋雜物仲未清理。有市民同學生要兜路行，但認為情況可以接受。莊靜之報導。受華加莎吹襲，將軍澳海濱長廊受重創，一度幾乎淹沒嘅單車徑隧道，早上已經水退，但係仍然未能夠通過。沿路堆滿泥濘雜物，又有吹冧嘅欄杆橫卧，其中一段單車徑更加滿布沙石。單車要通行都有啲難度，有市民索性將滑板車踩上石壆。都唔敢踩架單車，除咗驚爆胎，所以都係踩架滑板車，因為真係好爛條路，又水浸又剩咁樣咯。呢間中學外嘅行人路亦都有樹枝雜物。頭先喺嗰度啲樹都有阻住條路啦，所以要行單車徑啦。其實唔想返學咯。點解啊？因為會即係有啲路阻住晒咯，俾人。放完咧風假又要返學，感受有冇話點樣？唉，梗係攰啦。返學嘅話就一定返，因為而家都冇掛8號啲，咁成地樹，如果肯定打10號，咁肯定有嘅。近港鐵站嘅行人路亦都有多棵大樹倒冧，行人要行出單車徑。我要專登兜路咁樣咯，都見到都幾犀利嗰個冧樹，係啊。可唔可以形容下點樣犀利法？即係成條路係 block 咗，跟住個根係好大棵樹都連根拔起咗。覺得大家今日都禮讓，或者都知道發生咩事，辛苦啲清潔工喺度幫手，係。好啊，想問會唔會覺得即係阻住自己返工或者？唔會啊，唔會啊，唔會啊！而家喺屋企其實打風都係 work from home， 所以冇話一定要返工嗰個訴求㗎啦。朝早有食環署清潔工人去到呢條單車徑清理路面上面嘅冧樹樹幹。有線新聞莊靜之報道。
華加沙帶嚟嘅風暴潮令到維港水位升至3.4米以上，沿岸一啲設施遭受破壞。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認為，臨海規劃應該考慮極端天氣因素。冼詠琪報導。華加沙吹襲期間引發風暴潮同越堤浪，衝擊沿岸多個地方，一浪接一浪造成破壞。南區呢間酒店更加遭受巨浪重擊。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話：氣候變化令水位持續上升，颱風帶嚟嘅風暴潮只會更加強勁。臨海規劃要思考一下。佢嘅附近2018年嘅山竹颱風入邊呢，嗰啲湧浪埋到岸呢，係撞起好高嘅越堤浪啊！即係有啲相甚至見到浪花去到12層樓咁高，即係話咧。呢個地盤嘅位置咧，應該一早已經知道有好高嘅湧浪同埋越堤浪。點解嗰個面對湧浪嗰一邊咧，唔係用一啲好堅硬嘅建築材料？水係好重嘅，1立方米咧就有1噸嘅。咁佢如果再加埋速度嘅話，就係好大嘅。氣候變化令到颱風越嚟越強，將來只會越嚟越強。將軍澳海濱長廊沿岸有休憩設施，又有海景食肆同店鋪。風暴吹襲期間遭受嚴重破壞。有區議員話，當年規劃嘅時候已經建議過政府興建防波堤，而家應該盡快研究點樣補救。成個將軍澳海濱長廊可以咧喺外圍，即係都係研究會唔會再加一個離岸嘅防波堤嚇。咁希望可唔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再多一個帳篷咁個。Breakwater 咧就應該要比較長啲，即係好似做到好似銅鑼灣嗰個避風塘咁樣。前土力工程處處長陳建石就建議政府評估唔同地區抵禦湧浪嘅風險。有線新聞冼詠琪報導。